我看那个桌上的那个食材哦，就是觉得说，哎，好像很养生哦。是，我们就炖一个简单的鸡汤，然后在家里也很容易做。那我们用金丝燕窝，然后炖一些鸡汤。真正的燕窝。真正的燕窝来这边。哇，这一个。OK， 好。看得到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第一道就是要做这个金丝燕窝鸡汤啊。OK。好，那我们步骤就开始喽。我们先准备这个鸡肉，大约是250克上下。哦，土鸡肉喝下去，我们土鸡肉哦，对，汆烫一下就好了，让它的血水去掉。不过一般来讲哈，像以前我们在乡下的时候，就是炖鸡汤哈，通常都是用全鸡嘛。这个基础是什么？就说鸡汤为什么要用？他们老人家是说整只鸡比较营养，像我现在呢都用鸡腿啊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是不是功效是不是就会差一点？其实像老人家说的，他们会喜欢全鸡，是因为当鸡给有头有尾啊呢。那我们现在在家里用的话，我们炖这个鸡汤其实道理是一样的。我们用这250克的鸡肉，然后我们炖鸡汤，我们炖1小份，大概是3人份左右的话，其实营养成分差不多。对，都是一样的。鸡肉，汆烫过之后，把它捞起来，放在炖盅里面。哇，现在都是流行小小一个小锅物哈，然后对，因为我们小家庭用的。等一下是不是要蒸啊？要蒸。那一般来讲，像这种土鸡在汆烫，跟我们一般那种烘啊鸡哈或者饲料鸡在汆烫的时候，有没有说哦土鸡因为它的肉比较扎实，所以就要汆烫久一点？哦，没有，是炖久一点。我们汆烫的话，主要是让它这些渣血水都一样，汆烫的过程是时间差不多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做简单的东西了。来，红枣我们放2颗就好。然后放一点这个当归，枸杞，放一点。都大概约2克到3克左右就好，对，尤其当归不能放多哈，放多会苦哈。再来，秘密武器桂圆干。哎呦，这个桂圆干真的是很棒哎！而且我们放桂圆干的话，我们炖这一锅汤，我们就只要放盐巴跟一点糖就好，其他所有的多余的调味料都不用，它的汤自然就会回甘了。好啊，那燕窝什么时候放？燕窝我们快起锅的时候再放下去就好。不过它现在燕窝，因为我们是用即食燕窝，即食燕窝我们用无糖的。然后放一点盐巴，大概是2克到3克左右，放一点。然后刚刚我们放桂圆干了，所以我们糖不要放太多。是，这个桂圆干呢，它还没有干燥的时候就是龙眼嘛，哈。然后这时候好的时候，来，再放热水下去，热开水下去。对，一定要放热水，不能放冷水。放冷水的话，蒸出来的汤会不清。哦，会漏对吧？对，就会浊浊的哈。好。大概是这样子，好，然后我们封个保鲜膜，用个保鲜膜是把，不要让水蒸气跑进去，然后它的味道也不会变淡。是哦，所以说我们在用保鲜膜的时候要用那个耐热的哦。对，我们一般用这种电锅大概要蒸多久？我们大概蒸，因为我们是炖小瓮的，大概炖10分钟到15分钟。哦，是哦，15分钟就行了。15分钟，我还以为要1-2个小时。不用。因为你今天用的不是土鸡吗？放土鸡啊，可是我剁很小块。好，大姐，那现在我们过大概15-20分钟之后，我们的鸡汤也差不多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打开了，要慢慢打开哦，慢给我哈掉。哎，可以完成。啊，请出来。然后停一下哦，这个时候我先要打开一点。它还差一点，差什么？金丝燕窝。哦，这个时候才把金丝燕窝倒下去哈，因为它是就是灌就是对，因为我们是用即食的，对，就直接这样子倒下去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吃了。然后它这样味道的话是刚好，因为刚刚我们有放盐巴，这是无糖燕窝，它基本上它没有什么味道。那下去的话，味道是综合的。金丝燕窝炖鸡汤就完成了。好，今天我们真的很开心啊，世鹏带来让大家吃得很开心，这个金丝燕窝炖鸡汤啊。那最重要的是完全没有油烟，所以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哈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啊，因为很简单做嘛。